歡迎大家今日嚟到賽馬會十數行動教育計劃舉辦嘅賽馬會海洋減塑賽新挑戰賽頒獎禮暨海洋公園大掃除嘉年華。海洋公園咧一直都好努力推動保育同埋教育嘅工作。咁喺走塑挑戰呢個目標之下咧，海洋公園好開心得到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嘅慷慨捐助，啟動咗呢個3年嘅賽馬會十數行動教育計劃。海洋公園亦都同潔淨水域行動 CWI 咁合作咧，採用咗由佢哋設計嘅4艘太陽能嘅淨港船，每日咧都好努力喺香港仔避風塘咧清理垃圾。今年計劃咧嚟到第2年啦，咁全港咧已經有接近3000名中小學生同埋老師咧一齊參加過呢個計劃，咁體驗咗我哋嘅遊戲化課程啦，同埋參觀咗全港首創嘅零碳排放嘅太陽能淨港船。咁呢個活動咧唔單止可以提升咗新生代對於海洋減塑嘅關注，亦都咧集合咗大家嘅力量，一齊建構一個可持續發展嘅一個海洋生態。咁希望咧嚟緊有更加多嘅老師同埋學生參與呢個咁有意義嘅活動，咁一齊咧既玩得開心，亦都學到好多嘢。今日咧除咗嘉年華之外咧，亦都係我哋首屆海洋減塑創新挑戰賽嘅頒獎禮。咁好開心咧，見到今次嘅參賽嘅隊伍咧展示出唔同嘅一啲創新嘅方案啦，運用創意同埋科技咧。去解決一啲海洋塑膠嘅一啲污染問題。咁我代表香港海洋公園咧，恭喜所有嘅得獎隊伍，希望咧更加多嘅同學咧可以發揮佢哋嘅小宇宙，設計多一啲創新嘅方案，一齊實踐咧海洋減塑嘅理念。最後我哋想講嘅係，大自然既然孕育咗我哋亦都需要回饋大自然。海洋塑膠污染既係環境嘅危機，亦係社會嘅挑戰。而家係時候去採取行動，拯救海洋，拯救自己同拯救大自然。我哋相信，只要齊心合力，就可以為海洋帶來更美好嘅未來。我們希望我們的新技術可以真正運用在海洋污水處理上面，讓我們擁有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希望我哋嘅研究可以為海洋生態作出貢獻。多謝大家。咁最後咧，我哋再次感謝大家今日嘅出席啦，亦都希望咧大家可以享受今日餘下落嚟一連串嘅一啲有趣精彩嘅活動。咁多謝大家。